Hello，大家你哋好啊！我係美國芝加哥黃教授。咁樣呢，我哋屋企呢就係中醫世家嚟嘅。咁啊，對飲食食療呢，健康食療係好有研究啦。咁我想話俾大家聽一樣嘢呢，就係話其實呢，大家係最好呢，就係煲多啲湯水。咁呢就特別係小朋友啊、生長啊咁樣多啲骨頭湯啊，嗰啲係好好嘅骨髓湯。我呢個呢就係豬骨筒煲西洋菜、紅蘿蔔、番薯新鮮嘅野生帶子嘅，咁非常之營養啦。咁點解我會煲呢一個湯呢？就係因為呢，我係唔落薯仔嘅，因為薯仔發芽呢就會有毒，番薯冇，而且係天然嘅甜。再嚟呢，煲湯嘅時候呢，如果係嗰啲植物呢，好似菜好似嗰啲番薯嗰啲呢，如果係有農藥化肥呢，係可以通過出水嚟令到佢哋反應咗，咁再繼續煲。咁咧再嚟咧就係有水嘅湯咧就比較容易入口啦。咁咧就唔需要話落好多嘅調味料。譬如話蠔油豉油嗰啲都係唔健康嘅。而且咧嗰啲蠔油豉油嗰啲係唔可以通過加熱嚟去除佢裏面嘅化學成分。再嚟咧，煲湯咧就係低溫煮食，沸點係100度，所以咧就可以保持到食物唔會致癌。